今仔日来算卖禁忌冷血，禁忌冷血，所以我即摆来看卖。咱就妄算啦。大家若是有想要开讲，还是要讨论啥物，会使伫留言的所在甲恁想要讲的话写落来，甲我讲。我若有看到，我会甲大家回复，甲大家讲讲。若是伤过认真的时阵，可能就是我拍甲足艰苦。迄时阵，请大家爱包容啦。下骹敢若是会落去，敢有落？因竟然用母乳来做实验，什么意思？毋是做什么人体实验吧？锁掉的。顶管。什么水果叫？看起来是无呢。
确实无个会当行的所在啊。是顶悬。我都不去啊！哦，今日目标应该是先来找看卖当倒位会当去找即个即区的魔王。下骹有路呢。要落去无？哦，落去看卖。哦，遮有一个。遮嘛有一个。无路啊。这是为顶关落来。过来到遮。哦，拄则迄搭，这表示讲我进前也毋捌来过遮。
哦，太麻烦。哇塞！哦，歹势，拄则敢若是无电啊，电脑特别无电啊。好，咱继续。哦，这即马要安怎过咧？哎呦，安尼嘛对。哦，嗯，哦，哦，shit。哦，无对啊，垃圾。今仔日敢若感觉无啥顺呢。好啦，过行一届啊。这是一搭无法度过，这感觉佫会当落去啊！这条无路，暂时也无法度行。香味正，感觉啊，好，先莫插一个，听起来就这限制。
一只。哇，那地图就复杂。一只去，就是单独只来到遐啊。伊这爆炸阁是会经经时间的。哦，哦，顶管这开啊，哦，所以是代表我会使为顶管落去嘛？加利维亚的手指减少技能等待时间。哦，这应该就是咱拄则徛的所在。好，
所以即马应该是会使位顶悬落来，啊，毋过我应该是爱踅去顶悬，位顶悬了落来。哦，安尼我会使直接用快速。冲！先来先来倒这个，拄则找到迄个是所有的伤害。这会使摕掉，啊个换这起，个这个拄则有一个新的。哦，这是减少伫零搞拍的时阵，较无遐疼啦。这波都跳，小可减轻人搞拍的速度。这唔免，这应该是这吧？安尼搁一个，甲人拍的时阵会家己的血变较济，是会当算是食药的意思哦。甲人拍会当家己的血当变较济，祈祷的。祈祷会当加一摆，祈祷较紧，祈祷的恢复量增加，甲人拍时，因会惊吓，袂歹，这有道啊，这无效，减少，增加杂交的，这叫做啥？增加累积的速度一摆，不过就干那一摆。行较紧，我就到这。搁有一个最顶悬，安尼敢较好？哦，为遮行，遮行应该会较紧吧？所以我即马个这就麻烦，这无拍掉应该就迄落，就难摇。卖来，
接落去吗？哦 ，OK， 是定对位咯，就是这啦，无错。一路行到底，真好，真是。哦，看起来头前应该就是要拍魔王啊！先记录者。被侮辱代替遐个违者接受误会，对啦，接受垃圾，就会使甲因的灵魂情变清气，互因解脱。被侮辱对遮个垃圾有着，就是天生就袂惊，灵魂袂去互污染，嘛会使伫误会遮个垃圾当中保持维持理性。但因的身体、因的身躯、因的肉体甲画者共款会互遮个垃圾物件会画着。若是会当解脱肉体互画着的痛苦，就会当减轻被侮辱的负担。看是因在哦，对，无错，是要拍魔王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遮大只！哦。哦，哦，嗯，哦，这是啥物？伊的背景声音就是无足激动的，啊，毋过安尼更加感觉伊的就是讲迄种
徛伫伊个头前，就有压力的感觉。我想看卖要安怎拍，这可能要换一下，这个换掉。试看卖。其实无讲介困难，时间行了准了，应该是会赢啦。只是讲哦，还阁习惯一时啊。
嗯，哦，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较无好拍呢。啊，上上要紧是头前袂使甲迄个基岛用了。哟呼！这啥？冰酸。呜呼！
哦，赢！哦，yes！诶，哦，这只无，这只就是净化是伫内底。哦，这只，有生做安尼。嗯，伊变做拄则迄只大只的，伊伊咧保护伊，拢无甲伊拍。嗯哼，伊这就是科学家甲做人体实验。所谓遮个军人，也是讲战士，遮个怪物拢是因为伊的实验造成变做安尼。原来是安尼。是足悲伤的故事。当触控为者用炮仔攻击，会当为远仔就甲人弹甲飞出去的意思嘛？哦，解毒封印。水哦。OK，多谢你。伊拄则这是拄则迄只足大只的，写的飞。无路啊！这个骹应该会使行。罐头。差不多，无啦，我差不多算到8点休困者，才差8点半，才来甲你准备。Mini，hello，我咧甲你讲话啦。嘿，我差不多7点开始算啊，算到即仔。耶，使拍开门咯。哦，行去下骹。米粒儿。
下骹这啥？这声音哪会遮恐怖？哈哈，对吼，你是米利尔。嗯，西尔巴是啥？这敢若是要冲过。哟，这大只是啥？声音啊！敢较歹呢？哦，哎呦，这哪会遮紧？拍无？真歹拍呢！敢若要闪着就痛苦啊！哎呦！哦，这地形实在是有够歹，我歹迄落。哦，安尼过来。哦，这痛的！别甲我拍，别甲我拍！好大麦子，好！这个所在就感觉足恐怖的。哎呦，安尼嘛对。我想要插伊呢。金鱼对啊。这是啥物鱼？怪物鱼？那拢是这吼？混血金鱼对啊。看起来足歹，敢若是迄种小拍鱼啊。这啊！哦，最深上深的所在，好，这是做位。我想要亲眼看天顶，敢若是要拍上尾的魔王啊！哦，祈祷的会当加一摆，好。伊这背景的声音就一直在喘气，迄种惊吓的喘气哦，听了就无爽快。好啦，先照这继续行咯，看会拄着啥物。对啊，伊在做人体实验。哦，要入去啊！
对啦，这就是拍魔王啊。嗯，看起来，够有7分钟，使先拍一摆看卖。听讲即个上尾啊，即个魔王真好拍，就简单诶。啊，毋过，哦，随开始哦。这啥？哎，你买来。哦。哎呦，哦，这疼。哦，死啊！无人安尼啦，连续叫，毋是连续叫，连续机。等下，我想看卖这边怎拍。好，咱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他拍上尾一届。看这边怎拍啦。Max 这个满，搁这招看起来无路用。搁一摆，嘿，无错。敢用这个有效？好，反正拢是要试看嘛，我来试一个上新的这个。这感觉无啥呢。好破啊！好啦，我感觉也是用这个感觉较迄落，较知。直接拍啦！嘿，
哦。赢 ，yes！ 哦，真正是较简单，因为伤大只的款。毋过安尼敢真正赢？我会记得有3种结局，第一种是第一种甲第二种拢是歹结局。哦耶！毋过我无爱记录，因为我阁有一寡物件还未摕。我看感觉这应该是第2个结局，因为有一寡关键的物件我未摕。嗯。啊。お願い。啊，对，这是第2个结局。对啊。我感觉应该是因为我有一寡技能已经甲伊升级到上悬啦，所以拍起来较简单啦。啊，即只嘛较大只，所以较好闪。啊。摕到第2个结局。跳过会使啊。B. She whispers from the abyss. I'm with you because we are one. Okay. 好，今日就先算到这，来小可休困者，准备咱9点的直播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咱小等再会。